陆医生做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别碰啊，这不是给你的。切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？给陆医生带的吧？帮我藏好啊，换衣服去了。喂，你好，曼曼，我是爸爸，上班了吧？爸估摸着你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。吃早饭了吗？嗯，不能不吃啊，一定要吃那些有营养，这样身体才好。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，哎，健康最重要了。哎，你小时候啊就爱吃零食，你的胃就不好。你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挂了，我得干活了。爸打电话是想问问你，那个鲜花收到了吧？玫瑰花。你说什么？花是你送的？是爸爸网购的，怎么样？挺好看的吧？爸爸看照片啊，挺好看的，就不知道实物怎么样。哎，蔫没蔫啊？蔫的，爸爸可以退货。没事，你送我花干什么？昨天不是七夕情人节吗？爸怕你收不到花儿。我收不收到花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您网购上瘾，能别拿我练手吗？您拿我练手了，起码跟我说一声啊！你莫名其妙搞这些滴血，让我误会。误会？误会？你把我误会成谁了？曼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啊？是不是又交了新的男朋友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对你的 Excel 表格做了点升级，我怕你用不习惯。那，好，你看款式这一栏，我做了一个高度的清分。以后呢，你可以直接查编号或者查颜色，这样就可以查到以往的数据了。不错，在上司提出要求之前做出改变，真的有进步。那要不你试试？好，我出去了。你干嘛呀？什么意思？哇，好丰盛啊！左飞哥，这是我给你带的饭。姐，不用这样，你拿去给大家分了吃。这是我的手艺呗。静静，前台有人找你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吃完饭盒就放这儿啊，我回来洗。哎，真不用。哇，那我就不给你做一桌了。这跟你一比，我这就是猪食啊！啊，猪食，你别起什么哄吧你。你赶紧吃啊，人家都给你热了，你要不吃都凉了，这不好吃。吃吧，我也不饿。就能客气了。手艺不错。嗯，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下周记得来复诊啊。拜拜。吃完了，还帮我洗了饭盒。
艾总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哦，你没带伞吗？我老公马上过来接我，我们顺路带你一程吧。不用了，我楼上有伞，上去拿。哎，走吧，是路的事儿，起码把你带到地铁站吧。然后明天全公司都会听到你在背后说我如何欺伞。真不用了，你先过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磨叽了。哥，你伞忘带了。你好啊，那安卓，那艾总我就交给你了啊，你可要把他安全送到家啊。好，行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。没事，本来就想等你下班一块儿走的，结果打一个文件回来你就不见了。下雨了不好打车，咱们坐地铁吧。嗯。下班了，我先去换衣服，拜拜拜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感冒了？谢谢。那你呢？我没事，带伞了吗？带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便当好吃吗？我没说错吧？我是也会做饭的，就是没有你做的好吃。不过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早上几点起的？没关系，你要是喜欢，我每天都给你做给你吃。真不用了，我不喜欢在单位搞特殊化。再说了，同事这样有点尴尬。那好，那我就不带了。昨天那个真的是朋友。不然呢？笑什么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就应该开心啊；如果你说的是假的，那我更应该笑，因为你为我撒了谎。你们小女孩现在逻辑都这么奇怪吗？这哪是奇怪啊，这叫乐观。你们大男生都太悲观了，所以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这种阳光美少女来拯救。主任，您下班了。那个，咱俩一块儿走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要不要叫他上去坐坐？到家了，雨也停了。夏天的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我就不上去了。那好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暧昧和爱意就像一对孪生兄弟，让人无法分别。此时此刻，我只能摸着良心说，女人无论多少岁，无论看起来多强大，还是很享受有人关怀、保护和解救的感觉。你带伞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去接你？没有被雨冲。不需要，谢谢。我已经到家了。我可不是那种暴雨暴走在马路上，抢车未遂被溅了一身雨水的可怜女人。哼。漏水啊！哎，你没听天气预报？你不知道今儿下雨啊？连窗户都不关！哎呦，我今天实在走的太着急了，所以窗户忘记关了，真的对不起。我马上收拾干净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下次。还下次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我那屋里的地泡坏了，你可得赔钱啊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
房东他一直骂我，好凶啊！我都已经跟他道歉了，他还不依不饶的。我根本就不是故意的嘛！啊去！什么？回去？我才不要呢！北京这么好，我才不想在老家这样趴着呢。我一定可以在北京扎根的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以过得很好的。我现在是因为一个人，所以才会过得这么辛苦。我要是找到了我的另一半，我就什么都不会害怕了。拜拜。喂，该起床了，起来抓紧洗漱一下，然后吃个早点。你别忘了哦，今天9点可是有一个会的。喂，你在听吗？知道了，歇歇啊。来不及了。喂，在忙吗？好。朋友不是万能的，自己要学会分清什么是感情，什么是感动，什么是情投意合，什么是自作多情。现在都不流行欧式的大板牙了，现在流行的是韩式的贝壳牙。你们这不是抽我吗你？啊！你怎么你打人们抽我们？你当这样？你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，再动手我叫保安了。你们看跟我说那牙做成什么样子了？啊，太夸张了，就跟那个秃子睡的水波鼠似的。你冷静一点，给你做的这个医生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。这我不管，我不认人，我只认店。你们必须赔偿我损失，而且要给我做一口全新的韩式的啊！不做我就打你们！别！我们主任来了，你跟我们主任说吧。您呢，到我办公室，咱们慢慢聊，好不好？别生气。我都是他们的错，都是他们的错。你俩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我没事儿，七进好像被打到了，吓死我了。那我先过去看看啊。没事啊，坐下歇会儿，喝口水。这2天下雨，一定会降温，店里的单鞋就会卖得很好。你去帮一下小梅，帮她去看一下店里的库存 ，OK？ 你今天香水真好闻。喂，我跟桑尼约好了，下班之后去看孩子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？路飞，会买的哈，你真的是又会带娃也会买东西啊！我知道你是没结婚，难道你在外头有私生子了？叔叔，你还没结婚啊？
哎呦，我以为你有孩子了呢，这么懂。阿姨，洗衣做饭、带孩子、打扫卫生，那是路飞的天赋。哦，我老公怎么没这个天赋啊？这么好的小伙子，怎么还没结婚啊？哎，有女朋友了吗？哎，没有。咱们说好的啊，不保媒拉纤。你这么说起来，人家以后都不敢来了。哎呀，其实想当年吧，真的是对路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可是他对我不感冒啊！哎，我当时要是皮再厚一点，你说？哎，行了，你这个产妇就不要再调戏人家良家妇男了，是吧，阿姨？路飞啊，你陪宝宝先玩着，阿姨你们先聊着，走，进屋去聊会儿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这么神神秘秘干啥呀？你有啦？有了。哎，你还真的是为了姐弟恋找了一个小弟弟，你还真听我的话儿。什么叫找了个弟弟呀？行，小鲜肉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但是我现在特别乱。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？什么乱？哎呦，我这个怀孕一孕傻3年啊！始乱终弃。你就不能说点好话？不是这个，是另外一个乱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就是这个。现在有小鲜肉在这儿，你就赶紧把它吃了。你这个饿汉子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你还在乎这肉有没有鸡呀？我还能生扑啊？你倒是非洲大草原呢，狮子追羚羊，一扑一个准儿。怎么也得羚羊先表示出我想被你扑的欲望呀。你呀，就是想的太多，要求太多了。你总希望说做一件事情不要后悔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人没有不后悔的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叫活在当下。我问你呀，你是不是特别担心人家说你老牛吃嫩草了？给你看个好东西，我一直在研究的 APP， 新氧 APP， 上面有好多美容项目，改天带你去打一次水光针，保准你呀青春焕发，长生不老，永远漂亮。刚他是我在大马路上捡来的人，他是我的下属啊，我怎么能想一出是一出呢？我以后还要在公司混呢。也对哈，这人品呢也得考察一下，省得说上司勾引下属，然后什么暧昧短信啊、裸照啊，发的全公司。去你的！你满脑子都在瞎想什么呢？我跟他可不是那种关系。我现在就是怕我自己自作多情。反正他不主动先开口，我是绝对不会主动的。咦，你看我嘛，被路飞逗的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这多大年纪的女人都对漂亮年轻的小伙子是没有免疫力的。你影射谁呢？哎，你是玻璃心啊！我说的是路飞。你看，路飞呢，又体贴温柔，善于倾听，居家生活一本满足。你说像他这样的，哎，怎么就没有女朋友呢？他上高中的时候谈过呀，后来被他妈发现了，差点腿都给他打折。那段过往真的不能提。哎，毕业之后呀，有个师姐对他也挺不错的，但是可惜啊，长姐为母。哎，不对，他都毕业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女朋友，难道不奇怪吗？虽然说他没房没车，收入也不高，可是问题是，他长得好，脾气好，性格好，又会做家务。这款男人是很多女孩的居家宝啊！
就算没有被打破头的墙，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滞销啊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有好好想过呢？然后呢？反正他现在没有，应该没有。我看你们俩也就5分熟。我确定他没有。我前段时间刚跟他打赌，说我们俩谁先结婚，谁就输对方2万块钱红包。他会不会知道你是一个视金钱如大动脉的女人？输了不是我至于吗？我就算是我赢了，我包的红包也只多不少。那只有一个可能性，他可怜你。啊，你先别急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放眼整个大北京，你是不是只有我和他2个朋友？是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呢，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你。如果说他再找一个，那你还不得崩溃啊？所以呢，他可能是想着说，他呢在外面也挺受欢迎的，男人也比女人抗老。等你找完之后，他再找啊。陪着我，单身啊？这个真是亲生的朋友啊！哎呀，可怜我呀，找不到朋友啊，天煞孤星，现在还耽误自己的朋友，找不到幸福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能有什么意思？我要喂奶了！妈！就在我觉得我这个谎马上圆不回来的时候，马上就被 Carol 看穿了。背后突然传来他的声音：“若门，你的伞忘带了。”这还听不懂？你的伞忘带了？他帮我解围了。你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有多少女人因为这个坠入爱河？你这一脸嘲笑不带掩饰的啊！反正你都掉河里了，给你送伞干什么？哎，在没有确定他把我当领导还是当女人之前，这个河我是不会随便掉的。你说，如果他要把我当领导的话，那他的所作所为有点太过了。你会夸奖你的领导香水味好闻吗？你会打电话叫他起床，给他准备热乎乎的早餐吗？但如果他把我当女人，我怎么觉得他特别淡定？我怎么没有在他身上看到小男生谈恋爱的那种小激动、小雀跃、小忐忑，以及一点点的小失误呢？咱认识多久了？内心戏这么多，知道吗？虽然还不到1个月，但是爱情是论年头的吗？如果论年头，咱们俩都可以成神仙眷侣。我只是打个比方，我没有要那什么你的意思。您好，赠送的2杯蛇羹。谢谢。不敢喝。看什么？我也帮你解围了，你是不是又坠入爱河了？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我这不是在跟你报备吗？是，我一直在说我自己的事，但你那边没什么可聊的呀。三，你今天还问我呢，说路飞啊，为什么不找女朋友？哎，对了，不是有一个生物老师吗？你们俩还一起去逛过花卉市场。那早没联系了。因为什么呀？算了，反正你呀，男女通吃，老少皆宜，比我有市场多了。不过桑尼已经分析出来了，说你是在可怜我。这又是什么逻辑啊？不需要了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黑锅我可不背啊！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，我都成罪人了。喂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先拿着吧。啊，可能是不太方便，我得吃饭呢。你好，我是路飞的朋友。雨的，
不打扰，不打扰。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那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啊。好啊，一会儿见。路飞哥，我来啦！来了。你好，我是青青，我叫艾若曼。女侠。哎，她就是我跟你说过，在那个公交车上见义勇为的女侠呀！说过啊，我在诊所跟你说的。是你啊？你记得我？哎，太好了！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路飞哥的朋友，我们三个简直是太有缘分了。快点坐吧，快坐吧啊！路飞哥，你借我的衣服我已经帮你洗好了，然后熨烫好了，还给你。路飞哥，谢谢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开始当着我的面秀恩爱了。客气啊。然后我也正好饿了。哇，这里的菜看上去好好吃哦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，随便点点啊。你们经常来啊？我第一次来，我也不知道点什么，你帮我点吧，你点什么我就吃什么。这个都还行，随便点去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不用管我，聊你们的。我们聊的都差不多了，是吧，路飞？若曼姐，你跟路飞哥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是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到现在还能出来一起吃饭，你们关系一定很铁啊。没有。那我叫一个流沙包，一杯奶茶。一个流沙包，一杯奶茶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青青，你跟你路飞哥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我跟路飞哥，我们俩是同事。同事好。你看你还要加点什么吗？这榴莲酥再帮你加一块。饱了。路飞哥，你居然还记得我吃鱼不喜欢刺。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，如果长大了以后，我遇到一个吃鱼还为我挑刺的男生，我就嫁给他。哎，没事吧？吃颗虾吧，我已经包好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啊，你自己吃自己的。喜欢包，若曼姐你也吃颗虾吧。我现在更饱了。哎，做我们女人真的好辛苦啊，还得保持身材。好在我还很年轻，我吃什么都不胖。好好吃哦。路飞哥，那我觉得没有七夕姐你给我做的鱼好吃。吃你就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少说点。你给我加这么多啊？你把我当小猪喂？我又不是一个吃货。去下洗手间。还吃不吃虾？帮你包。你吃东西做好点，别东倒西歪的。哦，知道了，老干部。东倒西歪，没长胡同啊！小，吃了含笑半步癫。路飞这个样，我可真是呵呵，一个挑鱼刺，一个剥虾皮，倒也挺般配。哼，桑尼啊，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你再也不用担心路飞为什么单身。你真当他可怜我呀？你当他是圣父呢？
人家根本就不是没有感情生活，是压根儿不稀罕告诉我们。我呀，真是太实在了。我跟安卓什么都没有呢，我这天天跟他报备。他那边呢，跟那个小妹妹似线郎似针，穿在一起不离分。七夕情人节的时候，我们俩见面了，他可什么都没跟我说。他那个单位是诊所呀，还是保密局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判断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保不齐他真有个私生子，突然有一天有个孩子扑过来，抱着他的大腿，管他叫爹，我都不稀奇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边还打赌呢。他真的太有心机了，绝对不能输给他。好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拉着他，因为你越这样，他就越得意。你现在方不方便出来啊？我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你们走你们的。没关系的，就让我们先送你吧。正好我也吃多了，想散散步。吃多了不能过量运动。哎呀，不过你年轻体质好，不易胖。那你们俩早点回去躺着吧。我今天有人接。Hello， 是不是来晚了？没有，刚刚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安卓、路飞。你好。青青，青青。你好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啊！哇，你是若梅姐男朋友啊？看上去这么小啊？跟你差不多大。那可不一样，男的找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生很正常，女的找比自己小这么多的男生，还挺有魄力的。小小年纪思想那么老派。哎，我说的是事实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大晚上把你给提溜出来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随时叫我。这毕竟是我的私事，又不是加班。那我就更荣幸了。其实我也很久没这么走了，这么散步还挺舒服的。我该怎么接？有机会常出来一起走走。你脚不累啊？啊，都习惯了，我就是追着车跑都没问题。对了，你是打车来的吧？多少钱？干嘛呀？我把打车的钱给你。加班费啊？不是，让你来帮忙，怎么能让你倒贴钱？我是不是在你眼里只是个下属？你根本没拿我当个朋友？当然不是。我也很想知道，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有求必应，把我当上司还是朋友？你既是我的上司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上下级的关系又不是恒定的，但朋友可以是一辈子的呀。你是不是对每一个朋友都这么好？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你问问题的样子特别可爱。可爱 ，cute， 卡哇伊呢？18岁的时候也很少有人这么夸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在公司的时候，我做的都是下属该做的，但私底下我们都是自由的。他好像什么都没说，又好像说了很多。
路飞哥，我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今天是不是我打扰到你们聚会了？我去了之后，你们都没有再怎么讲话了。还是我表现的不够好，或者说我说错了什么，我自己没有发现。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在我的生活里，我的朋友和我的同事是两个体系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啊，我既是你的同事，又是你的朋友。我很喜欢若曼姐，她还帮助过我，我很想跟她当好朋友。我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非常珍惜这样聚会的机会。还是，你并没有想要把我当成朋友？倒没有，当然是朋友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朋友，什么时候才能在前面加个女字？体质不易胖，大话不要说的太早，你只是还没有到时候。我跟他只是同事，普通朋友。你的老同学希望你的智商而不是颜值永远停留在少年。我是不是说过要报备？啊，你做人怎么能这样？诚信在哪里？还能不能好好打赌了？怕我输不起啊？我就在你家楼下，想骂的话下来当面骂吧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就买这么一点酒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这点酒能把我灌倒吗？你休想蒙混过关！真的不是不报备，是我跟晶晶本来就是朋友同事关系。编，你接着编。是你自己叫人家过来吃饭的。那七夕情人节也是我安排的呗。七夕那条鱼是我烹饪课的作业，我是看他一个人在路边挺可怜的。行了吧，会有250呢。我告诉你这些细节，我根本就不想听。现在我宣布，打赌协议修改条款，以后不需要向对方报备了。知己不知彼，就是这种不知道对方进度的紧张感和朦胧感，非常好。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。心眼比针眼还小。你说谁心眼小？你不承认你还有理了？那七夕情人节是跟同事过的节吗？那你七夕不是也跟仲礼一起过的吗？我还没脸说你了是吧？我对他安的就不是普通同事的心。那我是真的没安什么别的心。那一定是你给了别人错觉，让人误会了。好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你说的最对了，做不做就承认。承认不就得了，非得跟我犟。要学会正视人性的弱点，多做自我批评。作为你身边最亲近的朋友，我有必要时刻的提醒你啊，你以后不要看人的时候都含情脉脉的啊，不要对什么都有求必应、呵护备至的，人家能不误会吗？要不是我这么了解你，我都误会了。我自己注意分寸。哎，要不是我对你人品有信心，我都觉得自己交友不慎。当然，我也自己反思了一下，这段时间呢，我有那么一丢丢的易燃易碎，但实际上我对你交女朋友这件事情上是持有祝福态度的。我没谈女朋友。你再不谈，别人都觉得你有毛病了。但是要谈女朋友，咱们也得找合适的呢。就说这个青青吧，虽然我见她没两面，不是很了解，但我对你非常了解。她太梦幻了，太柔弱，不适合你。你就应该找那种气场特别强大的女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但是要谈女朋友，咱们也得找合适的呢。
就说这个青青吧，虽然我见她没两面，不是很了解，但我对你非常了解。她太梦幻了，太柔弱，不适合你。你就应该找那种气场特别强大的女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行，既然你觉得你跟青青没什么，那咱们就不墨迹这个话题了，好不好？咱们聊聊我吧。聊你什么呀？你觉得我这个助理怎么样？就跟你之前说的差不多，挺年轻的，长得挺帅。所以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那你想听我怎么夸他？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？我没觉得你们俩合不合适，我还没到觉得那个地步。好吧。为什么？我跟他才见第一面，都没说话，我上哪有直觉啊？也对，那还是自己悟吧。曼曼，我是爸爸。曼曼，爸爸最近啊正在电视上看一套关于剩女的纪录片。不看相亲栏目，改看纪录片了。那片子拍的可真好，特别具有实际意义啊！尤其是对家长的采访，我是深有感触，深有体会。那专家说的句句都到我的心坎上。我按照专家提出的建议啊，写了一张你的优缺点和你现在择偶的条件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需要这些。你先听听。那专家说了，幸福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。专家还说呀，大龄男女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择偶的标准要适度的放宽啊。你看年龄啊、工资啊、长相啊等等哈。专家还说呀，爸，你让专家歇会儿行吗？你看，你现在的心态就不对，你不能讳疾忌医啊。怎么我不结婚我就成病人了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我最讨厌这个社会给我们贴剩女的标签。一个公平的社会本来就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虽然我并不是不婚族，但为什么不结婚就是病人，我也真是服了。再说老拿年龄说事有意思吗？假设人的寿命是80岁，我现在才活到3%，我就剩下了。那些活到4%、5%、6%的人呢？应该就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受不了这些了，去跳楼自杀了，你们才会惋惜的说：“哟，瞧瞧这位姑娘，年纪轻轻就这么想不开啊！”你瞎说什么呢？曼曼，你别吓唬我吧！我没吓唬您，我就是给你打个比方。我活得好好的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一会儿去上班了。尽管你表面坚定，内心却常被吹动。你开始计较犯错成本了，一切跟着感觉走，是因为有大把青春可以纠错；一切跟着条框走，是因为害怕犯错的代价无力承受。哎，安卓，你要不要测测你的真爱类型啊？这东西准不准啊？我刚测过，特别准。那我可不敢测了。你说这要测出来，我老公完全不是我真爱类型，那我不要死。我就不测了吧，我也不相信，而且这世界上人这么多，心思多复杂。其实我也不信，但我觉得吧，把这些东西当成解闷的游戏，乐呵一下也不是不行。就是嘛，你看若姐说的对，这东西啊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来，给我试一下。
这个结果在哪儿看啊？在哪儿找答案啊？啊，给我，我帮你看。哎，结果出来了，你看，我就说很准吧，若曼姐，你测出来的是爱情的硬汉。我念出来了啊，若曼姐，这爱情的硬汉很铁齿，完全不相信命运，认为命运两个字很苦命。这样的你呢，从来不知道浪漫为何物，所以恋爱的机会很难降临到你的头上。我觉得一点也不可信，当个笑话听就得了。齐娜，接着说。哎，这可都不是我说的，是 APP 说的，你别给我翻脸啊！你必须好好的了解自己，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恋情，努力去想象一下爱情的样子，找到恋爱的感觉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挺中肯的，对吧？就是啊，艾总，一直只知道你眼光高，可是不知道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？等我找到了，你们不就知道了？走了。我也吃饱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有，非常好。记得再回来的不是好的。哎，不对呀，青青，今天怎么没有爱心便当啊？啊，你只坚持了1天，太没诚意了。我以后都不会带便当了。某人不想搞特殊化。某人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改名叫某人了呀？吃你的吧。哎，干嘛呢？快吃饭啊！秋季新品的销售情况完全不如预期，怎么搞的？我认为是品牌推广这次没有做好。销售不利，主要责任不在销售部，而在品牌部，这在哪儿都说不通吧？据我们导购反馈，顾客都是到了店里之后才看到货架，才知道我们这一季推出的单品是什么。没有给我们会员邮寄新品图册吗？都寄了呀，远远不够。我建议品牌部再重新出一份推广企划。艾总，你怎么从来不在自己部门身上找问题呢？这是上2周的销售报表，这一季根本就没有推出任何爆款。那问题出在设计部、品牌部还是我们销售部？我们俩在这互相问责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的初衷是要把鞋子卖好。你们先忙。老杨，我真的很需要卡夫和白美的最新销售数据。我知道，市场拓展是负责开店，不是来负责情报的。但是你跟各大商场的人熟啊，帮我弄一份吧，求你了。赵超是我前男友，但我总不可能去求他吧？你要不方便帮我出面牵个线也行。谢谢老杨。休息一下再拼吧，还是要一杯 Locking 咖啡？好，不加糖。好。好了，10分钟就到。
小梅，帮我看一下马亮现在在哪个公司？他以前的手机号不用了，找不到他。什么？我才住不到2个月，你就要涨房租啊？当初租你这房子就已经便宜了。哎，你到周边去打听打听，现在这房租多少钱？再说了，上回你让这个房子进水，我都没找你赔钱了。那你要涨多少啊？不多，1个月200块钱。这200块钱都不够人家一个白领吃顿饭的钱。行，涨就涨吧，反正我也只是过渡，住不了多久。是，你年轻漂亮，哼，赶紧的找个有钱的男朋友，搬到2环以里去住大豪宅去。我的房东他又要涨我房租，又要笑话我，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，一个人惨兮兮的。我好想马上有一个男朋友。行了，你就别生气，连总部主推他都敢反对，跟你们品牌部少年一样算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其实这都是谎的，你们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刘小鲜肉加班啊！这连续好几天晚上，我看他俩都不知道几点走的。他怎么这样啊？故意耍手段，留韩卓加班啊？就上次下大雨，我可是亲眼看见的。哎呦，俩人那个眉来眼去，最后打1把伞走的，身子都贴一起去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这个安卓他又年轻又帅的，他图什么呀？图什么？这销售部的商品和培训主管可都空着呢，你说他图什么？哎，秦啊，我记得你不是喜欢安卓吗？哎呀，最可怜的就是我们金娜，起了个大早，砍了个晚集。行了，上班去吧。走上班。若曼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这是我特意准备的。这些调查虽然还没做完，但我想对你的工作一定有帮助。我只能给你1分钟的时间。我入职以来，每个周末都会去店里。一些客户跟我反映说，他们都是在网上看到了白美的弹窗广告或者街拍之后，才会发现我们的新款。详细资料都在这儿了。看来是我们的网络营销不太给力。谢谢，反应的非常及时，我在路上接着看。你做的太好了，都快离不开你了。能帮你分担点，我很开心。谢谢，注意安全啊！主任，请大家吃雪糕啦！好，来，谢谢主任啊，不够吃自己去买啊。陆医生，薛医生您吃。哎，谢谢啊。你招他了？没有啊，你骂他了？没有啊。哦，那估计是陆医生给招的吧。
若曼姐啊，这个是3只松鼠新出的3次方每日坚果，各种果干和坚果混合起来特别好吃。听说你也爱吃，我就买了点儿。再给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啊？我加班。你加班？你们设计部的人平时连上班都没什么要求，居然加班啊？啊，那你是慧眼如炬的若曼姐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那，给你吃。少来这一套，有事说事。没什么，我就随便聊聊。安卓没陪你加班啊？我是那种每天抓着下属加班的工作狂魔吗？姐，说真的啊，全公司里我最欣赏的人就是你了。你说你工作能力特别强，人又特直爽，每年销售业绩都那么好，简直就是全公司的神。我对你真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世界上来的第2快的是女人友谊的建立。有时我们仅仅因为一双心仪的鞋子就能义结金兰。你问我，世界上第1快的是什么？女人友谊的魄力。你有话就直说吧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安卓是我的。怎么就成你的了 ？OK， 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但是怕你跟我抢了，你不觉得你们俩走得太近了吗？他是我的助理，跟在我身边是应当应分的。OK， 那除了工作以外呢？你们私下里就没有别的接触了吗？吉娜，我不想拿职位来压你，但你不觉得这样跟我说话有点过分了吗？我没有。我就随便聊聊，可能语气不太好，你别误会啊。我知道你喜欢安卓，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但这不是你跑到他上司办公室兴师问罪的理由。你觉得这样对安卓有好处吗？含蓄一点好不好？虽然女追男隔层纱，但像你这么高调主动，结果往往都会很不理想。喜欢一个人，可以把他放在心底。让我暗恋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玩暗恋呢？哦，那不就是传说中的神交？暗恋有暗恋的美好。好啊，那你就给我举一个暗恋美好的例子啊。举不出来了吧？所以说呀，玩暗恋的那都是傻子。要我说呀，喜欢就明着来，写死的痛快。你怎么来了？路飞哥，我是来道歉的。今天中午我情绪不大好，有点失态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那你为什么要哭啊？我没什么，别问了。行吧，你觉得高兴就好。我也想学网球，要不你教我吧？我自己水平也一般。我零基础啊，你教我绰绰有余。怎么握拍啊？我看你是单手握拍。你以后不要看人的时候都含情脉脉的啊。要不你先教我握拍姿势吧。不要对什么都有求必应、呵护备至的，人家能不误会吗？这样是不是对的呀，路飞哥？我是不是有点笨？你别一直看着我呀。那我看哪啊？你不是要练握拍吗？看拍子。你比拍子好看多了。路飞哥，我喜欢你，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？
青青，你听我说完，我怕我不一口气说完我就没有勇气了。从我第一天上班，修医生骂我，你帮我解围开始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每天能看见你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你都不知道，我每天要找各种理由在你的诊所外边晃悠不知道多少次，我盼着每天都是工作日，永远都没有休息才好。青青，那个，我知道你性格内敛，做派又像个正经的老干部，没有关系，我不用你表白，我先说也没有关系。路飞哥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我爱你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让你误会了，但是对不起，是我不该让你有这种误会。我们确实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，说是朋友也可以。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，我都会尽量帮你的。但是你一点都不喜欢我。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对不起。哭了又哭，笑了又笑，想要走进你的心里。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